险队是啊，拢我袂来对咧。啊，今日对啊，哦，来，嘿啊，探险队来啊，探险队来啊！哦，来啊来啊，唔对啊，队长无来，啊，煞来一阵等者外国朋友咧，因的面路啊，敢若无共款。无共款，伊是外国朋友，看得出来，这一定要用英文去甲因 conversation 一下。Yo。你是要你是要 Hello, my name is Enlao New. Yes, 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蛇念啊，蛇念啦。啊，咩弄啦？我懂 conversation 啦。你的英语无好，你会使讲台语就好。啊，你唔较早讲嘅，哈，你竟然晓讲台语？啊，借问者，恁是对倒位来我是美国来，的？啊，美国啊，哦，我是对土国来，土国，非洲非洲国家。啊，主台你对我为法国来，法国来。我讲真真，Bonjour，蹦球，谢了你。啊，问者啊，我嘛是为法国来，哇，请问你来阮这只船顶是要创啥？做啥物代志？找保种的。提保障啊！你要来提保障的啦！我来啊！哎，尊长，你好，尊长，我想讲要找一寡小朋友做伙组一团提保障，啊，你有人客外国朋友无？不是，啊，这是你这外国朋友是你带来的呢，外国朋友，嘿啊，我袂晓讲英文无啊。可能。莫骗啦啦！我甲你讲哦，阮队长的英文100。对，会哦，你为倒位来？英文就听歹，哎，对长，歹势啊嘿，你会使讲台语无要紧的。因台语足好，你拢跳舞你，拢人拢跳舞啦。我知啊，那呢今仔日咱就组一队，做伙来提保障。哦无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。阮是台湾上盖站，真赞呢！我介绍你是。我是一环，叶环，我是外围，外围，外围，我是主台，主台。我是欢喜，哎，你咪足好奇的，因的台语哪遮好哈？台语就好到底甲呢。上讲的？嘿，你是拢甲上练台语、讲台语啊？讲偌久啊？自细汉就自讲，细汉就讲啊？啊，你是伫台湾出世的？对，啊，做台语咧，台语嘛自细汉就有讲哦。对，哦，台语真好咧。啊，艾维你咧？我嘛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，你台语啊，发音真好。而且有一个非常标准呢。咱来问一下咱的阿布阿布，一环。我唔是台湾人。哎，我知，不过我甲你讲，我顶次人是台湾人。顶死啦！顶次人台湾人，哎呦，啊，你哪会想讲要来学台语来遮学台语咧？因为我感觉真济会台湾人，我讲台湾的国旗，不讲台湾话。所以希望我会使了解台湾的文化，了解台湾的所在，才来讲台湾话。对，咱家己的语言，咱个不爱学，台湾袂记你啊。人别人手要学。对啊，啊，你安尼学偌久啊？差不多一年，一差不多的，差不多。今年就会使安尼。对啊，所以今仔日非常期待，咱有外国朋友要来挑战提保障，用台语先破一个吹来。好啊，恁尽量啊，阮的保障，看你有机会甲因扎转去无？好，准备好啊未？好啊。好啊。好啊，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。叫阮的名，即管是新鱼仔的挑战，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看阮叫到倒一个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安呢。哇！外国朋友来，一定要好好介绍咱台湾的小食。对，阮台湾的小食是世界有名啊！是，啊，你有特别爱食台湾的啥物物件无？巴色饭、饭啊，土豆鱼，土豆鱼，足好食的。台南的台啊。南的物件我都甲伊搭一个。我都介得起的。哦，我足介意的。啊，艾维你爱食啥？珍珠泥茶，珍珠泥茶。哦啊甜的。对。甜的明白。我要食肉粽，哎呦，啊，欢喜你咧。我要食仙草冻，生草冻。这特别的咧。真特别的。即马就是要来考验恁，甲台湾好食的物件有关系。安怎摕到大片咧？咱4题通啊摕到1题。
8题摕2题，安尼拢知影哦。嗯，好，来哦，赢了噶，来，加起来，加起来。看班的，看班的。上，好，有米分唔对。收，收。哎呦，哦，放下放下。就是它，就是第什么汤？地行会，地行汤。你这边，你们就来一个，你们就来，啊，OK，我配合。来，变啊，看班没有？ bonus，酒戏给好，收，收。哦，冇紧，我唔知。你唔知红哦。酒票，红酒票。哎呀，好久没有。算掉。啊，你大声讲出来，给，给，你都去打啦？好，变啊，变。第一位。东安米哥，当安米哥，第一就好。上，欢喜真正是台湾出世的。哦，即摆减4题啊，臭豆腐，哇哟，厉害嘞！鸡，就是你啊！哎呀，你这个是你全部都会偷卡。今你是，今你是不是 F1 啊？上，上。哎呦，一人吃一盘咯。甘蔗，感情啊！卡袂线，哎呦，厉害啦！哈哈，收，有，有，哇！哎呦，金主，快下，金主内衣的。哎，对，哎呦已，经吃标准啦。对金主呢的，啊，哥几啊？已经7题啊。你要抢，哎呀，你也抢。哎，不会的。不会的啊，来，安怎念？地惠汤。哎，地惠汤，恁敢食地惠汤？敢无？你无爱？我不爱吃。你嘛无爱食？安尼是算几题？8题，2题大便，佮加上 bonus。3题大便，7题。上面来，下面摕主台哦，哎，大声念出来，你提啥哦？摕3片哦。主台免个佮笑伤大声，笑到唔知要讲。提啥？米还虾，有啥？一届摕3题。妈祖，哎，再水。提一个，好，好，大，黄橙。啊，打给你，打起你。哎，等下打给你，哎，大姐都会让人演的哦。好，小朋友来家。因台语的能力，敢若比咱想的更较好足济。对啊，哦，通通甲咱摕3题去。真正的。阮等下无要尿啊，阮无要尿无啊要。尿啊。欢喜表现了嘛真好。好，来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金来甲。甲我做伙耍。一位探险队员负责耍图，见耍一步，下底就会出现一条题目，其他的队员回答了，才搁继续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这乱去斗图，恁敢耍会转来？希望恁愈舞愈花，准备甲宝藏讲拜拜。哇，这个关卡就无遐简单啦。对。爱耍，搁爱去想。文母哦这。文母啊，文母对伊来讲哦，啊是问看嘛，因敢知影啥物是文母？文母知无？港文的字，港文。来，到底要哪摕到大片？4分1块大片，8分2块大片。好来哦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先刷啊，先刷，来先刷先啊，不刷。刷钱，好，爱刷有对哦，唔对。我爱刷有对哦，嘿，你看你安怎耍？好，来家来家。 1 下面。会关关掉。来，掐起你。来，好来，好来，好来。文滚，滚掉滚。哎，对。啊，接住这样，主台，出来，来。我是刚刚。主台，主台好，来家，主台来家。金嘛，金，哦对，金掉金。哎，刚刷一个，刷一个。对得起哈那，该好来，好来，好来，换起来。哦，色，
二音，你看台语有什么二音？鹅啊，鹅啊，对，来，再来，水先刷，先刷，这几个，你要甲伊刷落还无？拢会使，袂，你讲拢你是会使。拢会使，你是拢会使。来，你跟我讲。来，一喂，喂，恭维，买菜，一样的，后一个，恭维，来，这啊，先刷，爱威刷几个，要甲伊刷落，会使哦，来，当刷落来，再来，这里是安，作战，赞，哎呦，赞来，啊！朱台，我你刷，来，该刷过，先刷，嘿好来，来，朱台来，来， A，去倒看得一个字，来去个字。二弟，哎呦，啊，先刷哦，艾维真厉害哦。咱来刷过去，你会当过，当过嘿用空气，用空气来，来，挂包，对。来好，后一个，刷到几个，哎，即摆时间要到啊，卖刷，就这样呢哦。这样呢，伊嘛刷袂较白的。我刷。好，时间到，好，来这，文，还有什么字？结婚，结婚，婚早的婚。嘿，有当时啊食袂落会春的物件，春啥？滚烫，喷。哎呦，厉害，艾维拢真标准哦。来看卖下子，恁有6分，通啊摕一块大饼，一块，摕一块大饼。你爱念字啊，你袂看，手夹啊，讲一遍手夹哦，啊，手夹吧，哎，所以好，打起来，打起。哦，凊彩拢会打，来掉的，来这，真的，好哦，目前有4块大饼，刷来还有1罐。咱这罐有算有收起来，后一罐继续甲收起来。来哦，准备接招，来个！选你无唔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影片内底会出题目，恁就要来判断，看倒一个答案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一摆，就会失去2位队员。含嫌队，我就要来看卖，恁有偌高选。来哦，探险队，甲你问者，你感觉什么款的场所上通啊代表咱台湾？老家啊，老街啊，给啊，哦，夜市啊。牙齿啊，牙齿啊袂歹，好，安尼今仔日吼，咱的叶家姐姐要带恁去一个真有人情味的所在，到底是伫对咧？伫咧起进前，我甲恁讲安怎摕大片，一题对一题就有一块大片，对2题就2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解。来哦，咱就对叶家姐姐来去看卖倒位上有人情味咧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跑跑探险亲像行走卡，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仔日来到宜兰的南管市场，听讲才有一个阿公专门带人咧导览的。不过这个阿公伫咧倒位咧？阿公，哎，伫遮，你就是阿公？对，欢迎来宜兰洗菜市啊！那你遐少年啊？其实这个阿公吼，迄是一个少年仔的梦想。咱希望讲一个少年仔能甲咱阿公细汉遐的台湾的传统的文化，咱来甲传落去。咱来洗菜市啊！黑狗兄吼，逐工拢比较做一件代志，这件代志要互你体验者。啊，你来帮我买1斤，到底是偌重？安尼会使无？可能无够呢。哎，你若拄我切1斤，我就请你食1斤，差0.5而已。哎，差1斤。均准。哇，看到。大家中昼伫遮。大家中昼伫遮哦。我来带伊家来食一个宜兰特别的一个口味。你我讲这叫啥？高甜吹。下骹是咱讲的乌糖，啊顶头是香菇酥。我细汉就甲甜的掰起来甲你食，啊咸的要安怎？要安怎？我妈妈食。这妈妈拢是食着咸的。其实咱转来食这是一种细汉一种回忆。一种记忆。对，所以其实菜市啊是大人细汉，咱3代同堂来洗上好。阿伯。阿伯你好。阿伯今日还有咸菜夹无？咸菜夹是啥物啊？伊夹迄个猪肉、咸菜，啊，搁迄个红菜头。干条。嘿，啊，搁上重要，拄仔讲的干瓢，啊，甲夹起来了后，摕来煮汤啊，
伊这其实是咱的大部分农村社会有无？啊，咱就伫过年当中，夹这个物件，重点夹这爱开时间。所以咱讲的手路菜就是这。为什么咱今日阿伯遮早就伫遮休困啊？吼，主要是咱今仔的菜市啊，卡花。卡花，小朋友，你敢知伫咧菜市仔内底卡花是啥物意思咧？卡花，卡花是什么意思？这伤难啦！我讲朋友什么，伤难呢？真正是足困难。真正是咱一困般难。人无啥会这应听到。该是算内行话。对，卡花是啥？卡花是，我是知影卡花咩啊？这侪人，这侪人咧，爱为你咧，你感觉？叶姐，叶姐，人吃这，人伤济，到底卡花敢是人足济咧？敢啊呢？到底卡花敢是人足济咧？敢啊呢？厉害啊！无唔对，迄是因专门用的用词啦是，因就甲人形容做花共款，花啊，拢做伙积个担的啊。对，啊，因看人加济，减花因就袂了紧，啊，一时啊就通休困。生理就好诶，安尼。所以做生理的上爱拄着卡花，卡花，第一关可能摕到。哦，咱来看卖后一题。这敢算是八卦？嘿，八卦遮其实是较日本迄个风格的传统市场，婚丧喜庆，其实伫这传统的百货店内底拢看会到。阿姊好早，老早。大哥好。你啊，不过我足好奇的，因为咱来菜市仔拢是买物件，啊买完就走啊，为什么想要来做导览？咱来买物件的时阵，买了咱就走啊。对啊，为什么咱袂使开搁较侪时间留喺遮，了解每一个店家的故事？你啊讲问的过程，其实这阿嬷的伊嘛就甲你讲，对啊，这我细汉时阵这菜安怎食，当时就是这叫啥物名？伫遮互动的过程，来熟悉菜市仔上重要的一个在地文化故事。安尼你敢有买过啥物物件？这里叫做保家衣，主要是讲市场内底有一个祝生娘娘庙，咱甲拜拜主要是讲囡仔平安好有钱。啊，咱准备这个互遮的祝生娘娘，也是遮的保家好换新衫，咱就往行的时就话讲哦，保家衣哦，保家衣哦，就是因为你安尼去共吸引别人的注意了。别人就会好奇。阿妈我回来啊！阿妈你好。这是阮市场底上超人气的魔法阿嬷。为什么叫做魔法阿嬷？哦，你手滚出来。哦，手伸出来。哦，其实这囡仔呢，你快闭上眼睛啦。这个魔法呢，目睭开开，你会看到魔法。3、2、1，睁开眼睛。哇！阿嬷你真正会晓魔法呢？这就是囡仔上来的时，想要找阿嬷的原因之一。细汉时阵敢有乖？乖啦，乖哦。嘿，就是安撞来撞去，撞来撞去的。撞来撞去敢有乖？会晓安尼撞，迄就无破病，无感冒啊啥物，嘿。阿嬷拜拜。有够古锥。咱下面过来遮踅一个，在北馆市场内底，这间山山店。大哥，大哥你好。叫学长啊，学长。学长你好。为什么叫做山山店？山山有分到一大类，就是动物啦，一类就是竹啊，木头。啊，阮从事的就是茶，甲竹啊。去山顶生产的啦，叫山产。叫做山产。安尼今仔日伊遮咱踅一天的菜市啊，安尼我要来考你一个甲菜市啊有关系的俗语。这句话叫做一日三市，啥物意思？一日三市是介绍起起落落，还是足骨力咧趁钱？各位小朋友，你敢知影这是啥物意思？一日三市是啥物意思？介绍应该是介绍。介绍起起落落是安怎是介绍起起落落？透早拢会先卖较贵一点，啊了，若是无人去买的话，伊就会袂较俗的。降介绍。是啊，那有淡薄仔咧洗菜市仔的感觉道理哦。你讲得真好，有原因咧。要讨论者无？介绍起咯。介绍起起落落。你对伊行。小可共款，小可共款。小可共款，对。介绍起起落落，敢安呢？
是起起落落啦。真正我感觉伊翻译了真好咧，因为他这句话就真正你讲介绍安尼变化真大，伫一天内底有这个变化，就叫做一二三四，安尼有学起来无？哦，哇，真正足够摇的咧！两块大片，请摕。艾薇你去摕啊，艾薇来摕。好，摕两把声讲出来哦。哎，要摕了。什么？刷杯啊，刷杯啊！来，我摕一袋哦。好，直接打在后壁。对哦，对，下打。因伫摕大片时拢感觉马都共款。最优秀。会哦 ，yes，刷杯啊，水啦。来。好来。好，来，请坐，六块大片。雄雄都摕6袋啊。是啊，表现了真好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，虽然你千里迢迢对美国来到台湾，啊，毋过敢摕到宝藏咧，哈哈，来哟，金大家，来哟，要摕宝藏啊！即马心情啥款？敢会紧张？会啊，啊，你有想要耍位哦？你会当啃。哦，啃高饼啊。更高边啊！嘿啊。好，安尼好。啊，你啊，哎，买超过1空哦。较大力的哦。请买。好，一空啊！哎呦，啊咧，小朋友拢来啊，我讲朋友，咱是不是到一届机会？搁一个人配好，搁一个人，换一个人搁配一个。拢来啊呢，啊，大家搁讲啊，遮好的。啊。好啦，既然是第2届机会，我感觉为着要公平，是，我爱摕一块大片落来。啊，好，最六。互恁摕，恁选一块。好，你摕啊，好来，你摕啊，我搞出来。好，啊，你来，手扛起。敢有可能摕到宝藏咧？请买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真正阿弥陀佛。来，到这个所在，要紧啦。啊，毋过阮送你这金箍箍，来。命运啊！命运就是这尔啊趣味，嘿，这尔啊趣味，这尔爱创治，已经非常好啊！而且阮送的是全世界，敢若阮遮有的金箍箍。啊，你今仔日参与落来，心情是啥款？今日袂歹，今日袂歹，今日袂歹，好，多谢你，好感谢你。啊，你的心情呢？真好佚佗的。就好佚佗的啦，来这里敢若佚佗共款。来，艾薇你咧？就好耍，就好好耍。就算诶，啊主台。就好耍。就好耍。虽然无摕到宝藏，有淡薄啊。艰苦我做。嘿，啊，毋过无要紧，后一届再过来好不？好。好，你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我上爱台语。